哦，这小 case 啦，你两天我来啦，我来了，我来啦，哎呦，我来啦！啊，一个炒青菜，嘿，一个炒银芽，吼，一个焦香嫩豆腐，嘿，无啦，这顿我请，表示讲吼，我你感谢照顾阮三个囝嘛，嘿，来，有没有龙虾？清蒸龙虾好了。 干贝烩海参，妈，安尼是安怎啊？痛边刚刚别人对。有没有鱼啊？石斑，上贵黑点货啊！我换那个帝王套餐，那个1万块的那个，全部都上来。哇啊！先这样，全部上。谢谢。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妈妈啊，你应该点一些这边有名的啦。哦，这边的炒青菜很厉害呢，他们自己种的哦，天然、养生又高级。嘿啦，养生啦，给你养到安尼啦，菜籽都全青，那绿色，你尝下有啦，尝啊，幽默，尝啊是。这个好冲冲，就要食呀。好食就多吃一寡，钱不要紧啦。这些菜拢就普通的，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吃啊，是不是？嘿呀，我都吃胖喽。我苏炳人哦，是未来的大导演呐，什么未晓对不？人讲伊哦，以后是有黄安的接班人。是李安呐，李安也接班人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可能是李安爱吃黄鱼，所以变成黄安，幽默。加班。这顿饭我食到问题。给你瞪，通通搅死他们。我有这样，问这啦。对啦。哦，小东啊，我来。妈，这足贵的啦，互因处理就好啊。我唔输定啊！你是人家，我是主人，我来。哎，我来啦。妈，给他们付了。吃人嘴软，他们这一顿吃我们的，能不听我们的吗？傻女人。我来就好嘛！哎呦，这小 case 啦，你两天我来啦，我来了，我来啦，哎呦，我来啦，我的我来，这就是我的地盘。美姐，我去了，我来了。好啦，这个账单就让你，不过小欧不能让你。走，跟我去找大饭店 check in。你们不是来看看就要回去了吗？他那来，我当然要多住几天嘛。对嘛，当然要多住几天。呀。